朗读 APP 搜寻，比如说搜寻订立盟约，然后要按萤幕最右下角那个向右的向右蓝色水蓝色的有个箭头那边按下去。哦，你看，大声朗读这个手机程式 APP 要搜寻念，比如说上一个档案录到后来变成黑幕了，那个超过30分钟以后，萤幕关起来了，然后要找到大概念到哪里，要从那边接下去继续录影，利用萤幕录影，所以要用搜寻这篇《古文观止》，这整个文件1000多页，不是一篇了，是一本书了。搜寻这一本书《古文观止》，搜寻里面文章的一些字，比如说订立盟约，因为刚刚看影片，印象是看到这里，然后就要继续录第2段了，按2下。25盟订立盟约。译文：鲁僖公4年的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国的军队攻打蔡国，蔡国溃败，接着又去攻打楚国。